为了要鼓励时代会当有运动的习惯，而且伫咧运动当中找找到趣味，华山基金会用奥运做主题，唔但替150位老大人征讨做世界各国运动员，佮设计趣味的比赛，希望老大人透过人和人之间的互动，互身体、心理拢更加健康。100多位老大人打扮做无同国家的运动员，一队接一队入场。华山基金会25这天邀请因伫家己县市服务的长辈做伙来参加这场专讲替长辈举办的运动会。趁着这机会，然后会使用甲大家互动的这机会，吼，然后会使互伊做一个运动啊，做一个较趣味的一个互动，啊，互伊感觉讲有人咧陪伴的感觉。除了互老大人做无共争谈以外，还有骹球、棒球、甲倒球的比赛。华山基金会讲，透过简单的踢弹、有拍，各种动作甲是大人反应，会当顺续观察老大人身躯经脉的状况。大家都足欢喜，感觉讲较好过日安尼啦。厝拢无唔捌看遮济人，真好耍啊！华山基金会表示，家己县市老人多，因的实势无一定有法度陪伫身躯边，透过民间团体举办活动，希望营造闹热的气氛，互长辈有人陪。要若遮的长辈较侪拢是做事人，无一定会知影奥运是啥货。但是这场老人奥运会，因伫参与的过程当中，笑甲真欢喜，拢真投入，也真乐畅。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